要忙的是为照常记着你，为救你的安慰。想出你的秘密，看看眼前的残忍，不是你的小说，窒息的回味，梦里的梦境，让多少心肠破碎，翻到一半的美丽的御花园。 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赔上的一切超出前面的泪。梦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更是最后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力，我多想有时那个最适合我。 我要霸占你的美。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朝着前面的泪。梦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更深邃。 全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恭喜你啦，恭喜你啦，恭喜你爱我的你来安安，你的心我的心，永远做一回。是谁打算难做？恭喜你啦，恭喜你啦，恭喜你爱我每天的安安，你的心我的心，今嘛莫讲假。 在我等我的苦，我袂去。行着一步算一步，雨水若落，已经爱搭伞去阵雨。只是我的心情早紧忧，心痛的回忆，不知有偌多好处。 选择的路，已经变起到成功。坚定的心，花光用这行，车你的记着有力量。有人出世就好命，阮是用。
看阮用这名，啥你会记着阮的名？有人出世就好命，为是用命在打拼，也是我慢慢向前行。运命不是天注定，只要用心来打拼，注定唱出阮的名。 奖典礼的现场，接下来呢，节目接近尾声，我们最后2个奖项了，为您邀请到了颁奖人士翁立友以及金志娟，我们请欢迎2位。欢迎2位。哎呀，你怎么都不好？金曲歌王和古天王，朱棣驾韩。今夜歌后，我们翁立友，我爱你。今天找你来更是实至名归，因为我们都知道娃娃姐有一首歌，就在记忆里，我要唱一句，我要登进中奖。OK， 可以了。就在今夜，很久了。这个奖跟他独一无二的，就是 Only You， 所以我们2个赶快。我们有绝配。最紧张的一刻，让我们看这个入围的影片有。流行音乐节目奖入围的有。 马世芳制作主持。音乐地球村，国立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地球村。音乐岁月，说音乐的人，复兴广播电台。请听，说音乐的人。经无线音乐城，主播广播股份有限公司。无线音乐城。 听见原声版。虽然平常我都唱歌啊，我对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的声音我也有研究。好久不见的李济准李老师，现在就可以了。得奖的是音乐地球村。 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恭喜！音乐地球村定位为专业的音乐知识节目，创意、充满地球一家的夜谈，除了节目推广世界音乐的目的，提供了台湾的听众会充满世界多元的知识性音乐节目。我要谢谢教育电台给我这个机会可以主持这样的节目，然后我要谢谢复兴电台在7年前让我在空中有第一个广播节目，然后我要谢谢我的家人，那我要谢谢复兴电台的家人，家人你在吗？谢谢你把我推荐给复兴电台，谢谢。然后呢，我最后要感谢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的李远先生，因为是他在这一路上有很多的指导，谢谢大家，谢谢。 恭喜恭喜音乐地球村！哇！马上我们就要来看看入围今年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奖入围的有小 Q 罗方海，音乐地球村，国立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土豆人王宇仁，台湾蓝森丁，国立教育广播电台。阿婆秀舞。
生最胖的阶段来领奖，我就有种奇怪的感觉。我那个学生问我说：“你有没有穿帅帅？”我说：“我穿厚厚。”很多人要感谢我觉得我现在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我没有期待今天会得这个奖。我脸书上在回应大家好了，脸书上有好多好朋友，从拉比赛到拉到一坨赛，然后现在就是更多朋友，而且我发现今天很多得奖的朋友是我脸书上的朋友，我真的说不出话来。然后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我真的很爱马斯放的音乐543节目，谢谢。是的，恭喜我们有志哥。也谢谢两位颁奖人，第一有时间约我娃姐，谢谢两位。好的，我想今天的晚会，在这边要画下一个句点了，完美的句点。我想不管有没有得奖，其实各位都是成功的，都是被肯定的。是的，再一次感谢所有广播人辛苦的付出以及耕耘，让我们广播界这么的充实而且充满魅力。